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22，腓立比书4章12节安尼讲：我知影点伫逼真，也知影点伫富足，或是饱，或是枵，或是富足，或是欠缺，凡事我拢老练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在点逼真，也在点富足，来凡事老练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，愿专心敬畏你的圣名。愿感谢你无比的疼痛，愿尊重你无限的权能，愿学到你奇妙的作为。主啊，因为你是全能佮慈爱的天父，你是掌管万物的上帝，你欢喜阮来亲近你，也欢喜听阮祈祷的声。愿荣光、尊贵、甲权能，拢归伫你的名。主啊，当阮面对着压力、失落、甲不安的时，求你赐下对你来的平安，互阮在一切拢伫你的掌权下，阮就毋免惊吓。主啊，求你互阮亲像保罗，点伫逼真，也知影点伫富足，或是饱，或是枵，或是富足，或是欠缺，凡事互阮拢通老练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